你以為溫室效應只係個空泛嘅概念，離我哋生活好遠，同你無關。其實，幕後黑手就喺我哋身邊，匿埋喺每一啖空氣入面。呢啲肉眼完全睇唔到嘅微細二氧化碳分子，正默默咁改變緊我哋賴以生存嘅地球。究竟佢哋點樣做到？當太陽發出嘅紅外線熱力穿透大氣層射到地球表面之後，本應會被反射返去冰冷嘅宇宙太空。但係，二氧化碳分子就好似一個隱形嘅熱力陷阱，佢哋會好聰明咁只選擇吸收呢啲紅外線能量，然後將熱力牢牢咁困住喺地球大氣層入面，唔俾佢輕易散走。就係呢種持續不斷、無聲無息嘅熱力吸收同埋鎖住，令到地球嘅平均溫度喺過去幾十年嚟不斷攀升，引發咗極端天氣同埋環境危機。科學家經過無數次嘅嚴謹研究同埋數據驗證，終於證實溫室效應嘅核心真相，遠比我哋想象中更簡單、更科學，但亦都更令人心驚膽戰。我哋每一個人都真係需要認真面對同埋思考呢個問題。